因为你是 MVP 啊。你是 MVP 呢，哪敢抢走你光彩？等一下我就 VIP 了嘛。好的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据点发挥的非常淋漓尽致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。好了，所以今天的温度已经瞬间来到了零下12度，非常感谢吉多的贡献。为大家带来4个傻瓜，阿迪傻瓜，哎呀。
好，我们都是老鹰。